佢都回應呢一份特別有珍貴嘅感情，佢將第一個紋身落咗俾佢。呢一位嚟自香港嘅客人決定將佢隻12歲超黐身嘅泰迪作為自己嘅第一個紋身。除咗狗仔嘅相之外，佢仲提供咗自己同狗仔個名、狗仔嘅腳印，仲要特別強調咗一點，一定要似佢隻狗。喺我睇嚟，呢個似字有兩個層面嘅意思。第一係要符合泰迪呢個品種嘅外貌特徵啦，第二係要一眼就睇得出係佢隻狗。雖然喺我哋外人睇嚟同品種嘅狗仔都好似樣，但喺唔同嘅愛護之下，性格係會完全唔同嘅。睇翻客人提供嘅相，佢隻狗仔通常都係靜雞雞趴喺度，衣食無憂、歲月靜好嘅樣。所以今次呢個寵物紋身，我冇好似以前咁特登設計得好活潑，反而係想還原狗仔正常出現嘅狀態，再將名同腳印圍繞喺側邊。我特登將主人個名收喺狗仔嘅頭後邊，就好似個客講咁，佢成日都黐住我，佢心入邊無時無刻都裝住我。寵物紋身嘅意義從來都唔係單純咁紋佢個樣，最緊要係捕捉到佢嘅神態同埋性格。狗仔嘅愛係獨一無二嘅，所以請用一個特別嘅方式留住佢啦。